恭讀聖馬竇福音第5章38至42節。耶穌對群眾話：你哋聽過呢句話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。但係我話俾你哋知，唔好以惡報惡。如果有人打你右邊塊面，你將左邊塊面亦都轉過去俾佢。如果有人控告你，要攞走你嘅內衣，你將外袍亦都俾佢。如果有人逼你走1000步，你就走2000步。凡有求於你嘅，你就俾佢；想同你借貸嘅，你亦都唔好拒絕。福音反省。喺今日嘅福音裏邊，耶穌俾咗我哋一個革命性嘅教導，就係顛覆咗世界嘅邏輯。你們聽過這句話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。但我告訴你們，跟住落嚟嘅唔係被動又或者軟弱，而係慈悲嘅力量，係愛嘅勇氣。耶穌唔係要我哋接受不公義，佢呼召我哋破斷邪惡嘅鎖鏈，唔係以惡嚟去報惡，而係以善嚟去回應。呢個並唔係咁容易，佢係需要力量、謙卑，而最重要嘅係歸依，心靈嘅歸依。佢改變我哋看待他人嘅方式，甚至係我哋嘅敵人。係嘅，就算係我哋所有嘅人都有敵人。有陣時，我哋自己亦都會成為他人嘅敵人。肋未紀裏邊提醒我哋，不可心存懷恨你的兄弟，但應愛人如己。呢個就係天主呼召我哋成聖。成聖唔係植根喺報復又或者怨恨，而係植根喺憐憫。耶穌佢並冇廢除正義，唔係，佢提升咗正義。佢教導我哋要清楚區分正義同報復。報復係源自於仇恨，報復只會帶嚟更多嘅痛苦。但係基督徒嘅正義係喺慈悲裏邊實現，轉過另一邊面，多走1000步，選擇和平而唔係報復。呢個教導並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力量。佢係真正尊嚴嘅道路。讓我哋祈求和平之後，聖母瑪利亞幫助我哋走呢一條嘅道路，實踐忍耐、寬恕同對話。願佢幫助我哋成為博愛嘅工匠，以滿全嘅愛嚟去破斷暴力嘅循環。阿們。